感谢。我愿你的神即时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通过主你的话，通过主耶稣，你即块赐甲一照，阮的心就来领受对你来坚固的真理、不变的道路，以及对你来极大的光照。愿你的话带领阮的生命，互阮的生命伫刷落来的即礼拜，会通来荣耀主你的名。愿你来带领，愿你来保守看顾阮，刷落来是兄弟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对头拄仔敏智兄弟所讲的经文，咱知影讲即个背景是彼得受到即个祭司长因的威胁，所以伊受到审问。但是咱看见着，伫彼得互圣神充满了后，伊的态度是完全靠耶稣基督徛在。伊讲到一个重点，除了耶稣基督的名，并无拯救。咱会看到讲即幅图内面，耶稣亲像迄个厝甲头的照。咱等一下会详细来说明。伫经文内面的事件，其实伫耶稣还未死的进前就已经出现过。伫马可福音12章有讲到，耶稣伊就用譬如甲祭司长甲文学士讲到即个葡萄园的譬如，内面讲到上帝一句话：因的确要尊敬我的囝。但是上帝想袂到讲，这个点好的想法，竟然是因为即个囝是来承受产业的，所以等甲刣死，咱就会当亲将即座葡萄园啊。即句话其实对经学师甲祭司长来讲，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代志。因为对马太福音21章，咱会当对耶稣所讲的话真清楚来了解。耶稣讲，上帝的国要对恁抢去，要收拾互会当结果子的百姓，要跋倒伫即块石头顶面的，要破糊糊，互即块石头缀伫伊顶面的会烂糊糊。耶稣即块石头，伊互无顺服道理的人来跋倒。即个道理是耶稣基督。耶稣伊讲，伊是真理，伊是活命，伊是道路，伊是真实的听。咱看见着讲，即个道理，互青眉巴丁麦看到啊，互迄个伫水门口迄个摆骹的人，生来就摆骹的人，会当行路，伊就行路，伊就等遐跳的，然后对着耶稣的门徒，入去到圣殿内面。咱看见着讲，周围的百姓看到即种情形，因是非常愕眼，因是非常感觉着讲，哪要有即款代志？因看见着上帝的荣耀。因为兄弟姊妹，耶稣来施行拯救，上帝的国要收拾互会当结果子的百姓。当咱愿意为着耶稣做见证的时阵，咱的性命会受到压迫，咱的性命会受到威胁。亲像经文内面的彼得同款，因为遮个人看袂起神者，因看袂惯是上帝的荣光，因的生活是踮伫一个家己感觉着讲，家己舒适的一个衣裤仔内面，因感觉着讲，我家己安尼就好啊，这就是因跋倒的原因，因不信，刷落来。对，刷落来就是无顺服，然后就跋倒。耶稣却非常的清楚地甲咱讲，即个石头缀伫无顺服的人的身上，就是要甲伊拍甲喙糊糊安尼。咱看见着伫耶稣时代的建筑的结构内面，厝角石又搁称作是基石 （foundation stone）， 是伫起造厝体的时阵所放的头一块石头。即块石头放伫地基，伊有造漂的功能。其他所有的石拢掠伊做准，互伊因为即个石头，伊会互根基非常的稳，非常的稳当，而且伊决定了规栋建筑物的位置甲角度。咱会当来想象一件代志：即块石头，伊必须爱去
承受对顶面甲下底来的压力，而且伊阁必须爱去承受倒面甲正面壁面的压力，所以即个水平甲即个直的即个气力就拢缀伫即个石头的顶面，这是主耶稣，而且是受苦的主耶稣，伫十字架顶的主耶稣。咱看见着讲对正边倒边两边来的气力，即个张力有为着耶稣痛苦哀哭的妇女，以及听伊却需要逃走的遮的门徒。但是上时嘛有怨恨伊的祭司长、甲文学士、甲法利赛人，抑阁有一寡甲伊拍的罗马军官。这是耶稣伊面对黑暗的时刻。当耶稣受掠的时阵，耶稣对遐的百姓、对遐的祭司长、甲守殿官以及长老讲：“恁摕刀摕剑来掠我，亲像掠贼头吗？我逐工甲恁伫殿里，恁无要下手来甲我掠，即马却是恁的时阵，黑暗掌权啊！”咱看见着讲十字架两边的方向，从耶稣中间的迄个心缀喙啊！耶稣基督伊是心喙气来死亡的，因为兄弟姊妹，黑暗有掌权伫咱的性命的时阵，但是咱有耶稣。耶稣的名带来拯救。我会记得有一届升学院的同学，伊甲我分享一个经验。这个经验就是，伊有一个朋友是精神科的医生。这个医生本身是基督徒。伊讲伊有当时拄着一寡病人的时阵，这个病人的病症无一定是对身躯所产生的，有当时是去互鬼附身。结果迄个时阵，伊会拄着一个情形，迄个情形就是，伫伊面前的即个人，伊是查甫人，但是伊却会当发出查某人的声音，或者是讲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但是伊的声音有法度非常的低，敢若查甫人共款。然后伫迄个时阵，伊就会请即个病人掀开圣经。叫伊，请伊来读圣经，请伊来读福音书。结果，这个人伊咧读圣经的时阵，伊拄着耶稣这两个字，伊读袂出来，无法度读，伊就扔过去，啊无就是无法度出声。这是咧说明什么代志？这咧说明讲，耶稣的名确实是有气力，耶稣的名会当带来拯救。咱知影讲，耶稣伊的名的意思是将我的百姓对罪恶中拯救出来。结果最后，这个医生，伊在讲，伊家己咧赶鬼的时阵，伊家己嘛非常的喘，会惊。但是伊犹原为着这个病人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这个人交互耶稣基督，安尼魔鬼就受赶着啊。最后，这个朋友又补充讲。若是讲连耶稣的名拢无效果的时阵，就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宣告，用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咱的罪，咱就得到拯救啊！咱无罪，咱甲上帝就好好，就迄个合宜的关系。这是耶稣要伫咱的身躯所行的工作。他拄仔有讲到，处决者伊咧承受对两边来的压力。咱会当对旧约的摩西嘛看到即种上帝对伊顶头，互伊命令，然后伊讲互遮以色列百姓听。但是上时以色列的百姓嘛会甲伊讲啊，都无爱啊，你家己去山顶就好啊，你去见上帝，阮无爱去啊，阮去的时阵会去互伊杀死。咱看见着讲摩西伊嘛硬伫咧中，敢若三明治。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背逆。因嘛，上帝嘛，足想要一概家己全部拢灭掉，但是却是摩西伊咧提起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是一个慈爱、怜悯的上帝。上帝才雄雄想起来，然后伊才甲以色列百姓的性命留落来。有一个代志，
亚玛利人伊来到利非顶，甲以色列人争战。迄个时阵，摩西对约书亚讲：“你为咱选出人来，出去甲亚玛利人交战。明仔载，我手里要摕上帝的管影徛伫山顶。”然后，约书亚就照摩西所吩咐的去行。摩西甲亚伦以及后裔，因就上到山顶。然后，摩西什么时阵举手，咱就看见着约书亚所带领的军队就得到胜利。摩西什么时阵甲手放落来发生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亚玛利人就赢。摩西的手发停，咱看见着亚伦甲后裔，因就搬石头来。然后摩西的手就稳调，直到日落的时阵，出埃及记17章这件代志，经文内面并无甲咱讲摩西是咧创啥，但是我相信伊是咧祈祷。当摩西伊专注咧祈祷的迄个时阵，约书亚就得到胜利。刘兄弟姊妹，这场征战的关键是啥物？服侍团队服侍关键一点，胜利的关键是伫祈祷，而且是举手的祈祷。摩西伊本来是徛伫山顶，但是伊的手酸软的时阵，亚伦甲后裔拔石头来，互摩西发软的手甲伊的腰部会当得到缓解。然后伫迄个时阵，咱就看见着摩西伊就经调咧祈祷，直到得到胜利。咱看见着讲，祈祷伊是征战得到胜利的一个关键。所以咱咧做代志，也是咱咧执行计划的时阵，咱一定爱先祈祷。咱看见这张图，带咱的耶稣去上班。咱一礼拜，敢若伫教会一日也无到2日尔。但是咱刷落来的5天，咱需要面对咱的工作。迄个时阵，咱需要耶稣。当咱咧出门进前，咱恳求耶稣甲咱做伙去，咱的工作就会顺遂。因为咱知影讲，是耶稣基督踮伫阮的心内，上帝就会成就迄个超越咱所想所求的迄个美好的旨意。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惯势祈祷却无惯势要做代志的人，需要去实践，为主来征战。咱必须爱甲圣神同工，伫做代志的时阵去经历到，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大开力。咱看见着讲，伫个服侍的过程内面，会哪做哪甘甜。你若是甲圣神做伙做的时阵，你袂感觉着忝，你感觉着讲是上帝所赏赐的圣神咧陪你做。然后你会看到你的头前有上帝的脚架，伊看到脚架，你就紧踏起哩，紧踏起哩，紧踏起哩。啊，若无会真孤单，可能全部拢是家己的想法。所以咱需要靠祈祷，经历圣神的同工的时阵，咱必须爱互上帝空间，听伊的声音，莫拢咱家己咧讲。他拄仔有讲到，是伫家两边的压力，将耶稣的心缀出啊。一边是听耶稣却无法度救伊的门徒，一寡妇女或者是一寡得闪的人；另外一边是伫拍扑啊的祭司长、文学士、甲法利赛人，以及一寡群众。耶稣看遮的人，这两种人其实是共款的。伫以弗所书第2章讲，伊拆毁中远隔断的墙，互这两个合做一，犹太人、外邦人，因为伫耶稣就无分别啊。我相信讲耶稣伊会当真做一个真伟大的人，即使伊若照伊家己的意思来生活，
伊会是活伫咱人眼中的英雄，但是人若看袂到伊，咱就无法度相信，无法度相信即个耶稣伊是弥赛亚，伊是救世主。所以伊选择承担咱人的脆弱，甲咱人的罪恶，诚做灵魂的定，佮劳苦，佮坚固，而且佮稳当，而且通过即个咒离。咱来思考一件代志，咱的灵魂其实是足一轻的，是安怎需要定？一只船，伊需要即个定，伊才有法度去面对有当时啊的一个大风雨。咱看起伫讲，即个定伊对海弹起了瀑，落去了，伊有法度搞着迄块海底内面真大地的一个石盘。迄就是耶稣倚靠白上帝对白上帝来的迄个稳当的气力。咱看起着讲，安尼船伫面对遮个大风雨的时阵，伊会有一个倚靠，甲一个三更的气力。伊阁好参像是风吹。咱拢知影讲，风吹若是线断去了后，伊就对着风吹着，就无法度转去厝啊。但是，咱若是知影讲，另外一端有手甲右着，即个风吹有法度对着风。哪飞哪悬，而且非常的稳，而且是会当转去厝的。彼得伊伫圣神的感动的内面，伊宣告讲：即块触角石是对死搁活的，主是活石，固然是互人所拒绝的，但是却是被上帝拣选所看做宝贝的。所以恁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嘛亲像活石。彼得咧甲咱讲，咱甲耶稣共款，拢是建材，拢是起做上帝国的建材砖仔头。所以，当信仰已经相信耶稣已经过我，咱被耶稣来起做，迄是为着圣洁的祭司的身份，照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活力的灵祭。因为圣经内面讲着讲。看，我甲所拣选、所宝贝的触角石，放伫锡安，信靠伊的人，的确袂抵到见效。咱捡别人无爱，去互世间人拒绝的，但是咱却袂抵到见效。诗篇内面有讲到，听候上帝的确袂抵到见效。咱看起着耶稣即块触角石，是要互信靠伊的人得到荣耀、脱离见效。只有伫拒绝即块石头的人的顶面，咱看到的是无顺服、甲无信靠，家己感觉家己做会到，自我的骄傲，或者是自卑，感觉着家己袂使，家己无法度，迄嘛是活伫一个自我中心的苦毒的内面。当我过去做室内设计的经验内面，若是要改变一间厝主要的结构的时阵，譬如讲爱变换即个楼梯的方向，还是位置的时阵，迄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代志。迄需要当初起即间厝的建筑师的认同，也阁有结构技师伊的证书，伊感觉着讲安尼会使，迄才有法度会使。迄是一件非常无简单的代志，但是遮的人伊为着要改变家己的生活，所以选择安尼做，迄必须要必须要付出真大的一个代价，而且有可能对厝来讲是无法度恢复的。有当时啊，即种改变换楼梯的一个方向，可能只是想要互光拍入去厝内面更加内面的所在。你是即款人吗？愿意改变家己的生活，互耶稣这世上的光，诚做咱人的触角石，互咱的生活诚做掠耶稣做中心，
咱就得到拯救，无伫到伫黑暗的内面。耶稣已经成做咱厝甲头的石，当咱深深去相信的时阵，咱就无伫到动摇，反倒得到坚固甲徛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会当住址伫即个所在。主耶稣啊，我恳求你，临到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，互阮亲在主，阮的信仰亲像厝角的石，踮伫阮的内心，亲像你成做阮灵魂的鼎，互阮对阮的内心的内面看见着主，你是阮的拯救，你是拯救阮的石盘。我恳求你，同工伫阮的兄弟姊妹，特别甲咱的亲人同在，想赐互因教业的智慧。我恳求你的神充满阮，互阮逐人用主耶稣基督，你来成做阮生命的中心。愿你保守看顾阮刷落来的生活，常常带着主你的气力来去征战，甲圣神同工。恳求你保守阮、看顾阮、安慰阮、鼓励阮、扶持阮，互阮亲知主，你是阮每一个人的上帝。阮倚靠你，就无伫到摇错，反倒得到坚固，得到信心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